各位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啥物？咱来读这个龙刀山。龙刀山是东方白先生头尾开10年的时间，家己写成的一个小说。台湾头一部大河剧小说吧，敢袂使你讲，应该是会使，因为头尾10年，伊写作的时间头尾10年，然后去针对蔡阿信医师做的口述，或者是电影，开袂少时间，然后这个小说头尾安尼徛要到700。日本1895年登陆，当然日本人当啊上陆的时阵，台湾也是受到清帝国影响。整个日本时代50年，对被东方白先生的这个龙刀山的影响嘛，然后战后蔡阿信医师伫台湾，甚至进入伫中国所看到一切，在伊的心目中一定有留下一寡想法印象啦。所以透过东方白先生，或者是东方白先生知影蔡阿信的故事了后，知影伊的一生了后，想讲一定爱甲安尼的代志人物介绍台湾人，所以就用《龙刀山》这个小说来呈现安尼。好，咱就诚做3部曲的小说是100万字吼，敢若是安尼。当然，伫咧小解，这个小说的小解，或者是苏当时一寡台湾文坛的前辈嘛，可比讲张照进。李九桥，个啥？伫迄个介绍内底，有提起着，可比讲使用客语的前辈，张照进先生，个李教先生的汉野3部曲，然后张照进的台湾人3部曲，这种3部曲的写作法。真丰富就对了。好，安尼，咱就继续来读《龙刀山》的第2部，刀的第9章，已经读到第60啦，算读10页吧。你读的过程，会拄到一寡毋知要安怎甲迄个中文读到台语的，就来查线顶个字词典，在台语安尼。好啦，第9章是。青番的查某囝，讲到故事内底的人物曲雅是，总算讲坐船要去日本读册啊。船按归人出发到归人寺，沿路还阁算平稳，但是伊是过归人寺，海星口强风，又阁起大影，船也缀咧摇摇摆摆，前顶个船。同时间，船身也倒面正面咧海，所以人就无法度阁恬静摕伫咧眠床顶，身体就开始伫咧眠床顶亮来亮去。雅信头起先只是感觉头晕晕，晕船了啊，食落去有小可甲压落去，但是现主时毋若愈来愈晕，而且阁冰腹想要吐。伊就紧按眠床顶起身，经过甲板的走廊，去到床底的便所。原来便所早就摆甲落长，拢是富人人甲老大人。一个船员伫咧便所的头前分纸落啊，对大家宣布讲：若准讲是晕船想要吐，毋免去便所，甲这物件吐伫咧纸落啊内底就会使。雅信也摕着一骹纸落啊。就按便所行去到走廊的一角，吐一困啊！因为晕船真正是真艰苦啊！雅信剃条糊咧，甲腹肚内底吐完了后，伊就感觉小可较好势一寡。抬头看到便所头前游员排甲落长，迄个船员游员伫咧分纸落啊，对打来的船客讲同款的话。有一个大箍富人人，面仔青顺顺，流庆汗。一个等到便所门开开，就冲入去，
甲门关起来了，伫咧内底困有够久。等伫咧门外口的人总算都忍袂牢，去敲门。随听到门内底大声咧喊讲：“等一下会使袂？拄则闹一寡，怎啊阁想要闹？敢会使小等一下？”船的餐厅是咧床底的上中，逐工3顿的时间，船顶的都市就叫人啊叫人去餐厅食饭。那是因为行船伫咧冰北，头一工无才调去餐厅食饭，所以就船顶的服务生就舱房来问讲，为啥伊无要落去食饭啊？当伊知影那是行船食袂落正顿，伊就落去掠几粒仔饭圆，送一寡馍仔和紫菜哦。紫菜当然迄是一种努力的一种，但毋过咱台语胡迪，敢有即个讲法哟？什么胡迪？就是迄个啥，清明告轮饼的时阵，顶悬会送的迄个迄当做啥？我细汉的时阵，迄个胡迪是甲摕来素汤汁的，可要讲迄个啥豆菜担担嘛，啊，佫有啥物的担担？反正就是迄个物件，就是你处理的时阵，就小可担担湿湿安尼啦。啊，硬起来了后，感觉佫湿湿嘛，啊，就散寡胡迪去甲迄个汤，还是湿湿迄个部分，四回打色安尼。好，啊，等毋知啥物要甲大家分享无？请讲。安心自己。细汉，阮就讲食迄落马牙食轮饼包，就妈妈会送者，啊，伊是讲好迪啊。好迪哦，好迪，对。水好端嘛，好迪，对，好迪。阮是安尼讲的，我细汉听着，因为这记忆也伤久啊，我70岁啊，较久的，所以应该是无对啦。是，对，好迪。好迪啊，好迪，我大家拢袂记两字。好迪。这是口音的问题啦，好迪。因为阮阿嬷吼，就是有外妈来妈，一个是漳州，一个是泉州，这种我拢捌听过安尼。OK， 好，感谢你，真好。所以我就讲，坦白讲啦，就讲现主时咱阁算有相当的人伫咧讲台语嘛，啊，每项伊的世代，总是有伊世代一寡语词现象啥啊。有啊，就像拄啊，读迄个伊咧讲体气，读拄啊读迄个伊阿款，伊咧讲饲火气，阮细汉足常听着人讲迄八卦嘛，讲迄个就饲一个火气伫外头。对。迄拢足平常的词啦，但是咱即马已经就无去啊，吼。就是愈无讲，就一个流失去啊。嘿啊。所以咱就是讲，我本来是咧讲，即拢无要紧，有一个讲，咱就爱一字一字扣转来。是。互我感受深了讲，好啦，我过来读个。真的，因为听起来看起来。听对我来讲是可能较无。对。是看甲写。是。看佫会使写就完全袂一样的。我毋知，你敢知影教部有一个会使用语音输入法的？就讲。有啊，六道吼。所以。我就是差不多伫一礼拜、2礼拜内吼。嘿。甲拍片。真的对。拢学安尼啦。真好，因为坦白讲，吼，你比我较侪岁，所以我就讲，我出世进前，你读壳内底的物件，我是永远学袂着啦，对无？因为你比我较早出世，我还袂出世，你已经读壳内底有物件嘛，你读壳内底的物件，我永远学袂着。对啊，敢若你讲，你看主你头脑内底是华语还是台语？我甲我足侪是台语的哦。安尼真好，嘿啊。就是安尼啊，我去佚佗嘛，再去去大陆，我嘛就讲食饭啊。是啊。真好啊，所以就讲迄个啥，对咱会晓讲台语的人，现主是40-50岁以上的人，就是讲台语听台语大概无啥物问题。
即马就是讲要去读，甚至要去写。啊，迄个写我就讲，咱有咧讲台语的人，读壳内底一定足侪迄种台语声音的，啊，变仔来甲迄个台语声音化作符号，对无？我先讲符号尔哦，化作符号，咱今仔日甲记录落来，明仔载搁来看，后日搁来看，后礼拜、后个月、明年搁转来看时，会走去咧。我书当时是写乌马啊，是写满字啊。若阵讲，我当初是写满字，结果我一段时间来看时，我抓准讲迄是乌马，安尼表示讲我选用的符号有可能有检讨的空间。啊，若阵讲我书当时写就是白马唱秋，满字落伫涂骹，我转过来读，阁是共款呢，无颠倒去，安尼表示讲即个系统是 OK。啊，我讲的迄个系统，讲迄个符号。你惯势用罗马字用罗马字，你惯势用汉字用汉字，你只要我就讲嘛，记录落来了后，一段时间搁转来读，当然有可能因为咱过去读壳内底较侪华语音，要毋过当咱甲咱的台语扣倒转来的时阵，互咱读壳内底的台语音较侪过华语音的时阵，迄个音理论上袂走去。啊，当然每项的腔口有真差嘛，拄则咧讲的呼笛好笛，伊细汉咧听。嘛袂去想讲迄有字嘛，因为自细互教讲台语有音无字。对，就是类似即种的嘛。啊，所以我就讲迄有足侪字词是安怎讲？透过情景，透过作品，甚至透过口述，吼，对无？大家用口语交流的时阵，会加深迄个读壳内底的印象。啊，所以对我来讲，我伫读即种。伊用中文写的作品，伫改做台语的即个啥过程，一方面是我咧练习我家己讲，要安怎甲遮个中文改换做台语来咧讲。啊，我进咧读的即个是《龙刀山》，是东方白的小说。2000几年的时阵，闽时是改翕做戏剧，啊，戏剧其实较精彩啦，因为有画面、有声音，甚至背景有音乐。啊，你若问。会走精哦，走味啦。这当然有无共款，因为小说的气味含看戏出的气味，当然是无共款嘛。啊，毋过我会感觉这是算啥？若阵讲咱会使讲迄是享受，迄就无共的享受嘛，应该是安尼啊，对吧？啊，后来我无爱看电视的是因为因迄演员的口音，我拢听得足热安尼啊。对，吼啊有。我细汉咧看台语电影吼，还是讲台语电视剧，迄看就拢无问题。啊，后来8点档的迄种，真热我。走足多啊，这。看袂落去啦，我是真正是因为看袂落去，所以。OK 啊，所以可能就讲，看袂落去就放弃嘛，无要紧啊，反正即摆娱乐遮尔多着，啊，而且就是。对我来讲，我是嘛是勉强接受啦，无要安怎，你无物件啊。啊，要学就是安尼啦。系啊。即嘛是较方便，工具真济啦。是啊。我以前是大人，伊嘛毋捌字也毋捌啥物，啊嘛无录音的设备啊。对啊。我就甲因的物件留落来。是啊。即摆会使用录的，用写吼。对啊。真好，真利便啊你，系啊。过来参悟，啊，爱有信心，台语会当甲捡转来。真好，系啊。好啦，真感谢你，反正我是拍算，因为即个小说，伊总共讲是100万字，啊，伊是3本实体的册啦，我就讲有戏出，啊，戏出当然伊要呈现的有戏剧性，啊，搁编剧，搁翕即个。影片的人当然有因的商业的考虑嘛，所以可能甲小说的一寡物件反射就怎啊炸掉去啊嘛，无的确，因为这个《龙刀山》主要是咧讲台湾头一位女医师创阿信的故事，啊，所以小说100万字，可能我甲看起来就是迄个时阵我是有看戏出，啊，戏出当然 YouTube 顶有通好看嘛吼，啊，我会感觉2000几年迄个时阵因所讲的遐个台语是。还佫会使的啦，当然有一寡演员伊的迄个价字可能会含咱原底的想法有真差，毋过我感觉迄是无啥要紧，至少勉强接受啦，啊，所以小说的部分、文字的部分就是正做我伫咧自我训练，甲东方白先生写做中文的小说，甲伊改读念做台语安尼。
讲常客。真好啊，真好，自我训练，自我训练。就是讲咱台语一定会搁活倒转来安尼是，讲毋对。咱咧读迄本梁子的，伊就是讲你每个人若有想的，你想会到的代志，拢会发生。拢我着做会到就对啊。莫讲啊，这台语要死去，对，迄是我要甲叫转来。无毋对，伊一定会甲以前共款，遐尼啊，活跳。对，遐尼啊活跳。安尼还要有信心啦。无毋对。好，感谢。安尼我着继续读吼。啊，你若有兴趣就罔听，三年嘛罔听。吼，啊有啥物想到啥着随时啦吼。反正我着讲，这个是算啊当做半开讲啊，半读这个小说网语呢安尼。好，我着继续读。伊着去猎几有啦饭丸，散一寡馍啊和胡迪吼，送来互雅信。雅信则勉强甲几粒啊饭丸拍入去。吐了腹肚底，足足2工，船拢一直共款安尼继续咧摇害，一点也无休的分食。便啊船上升哦，伊可能伫咧海上，硬是起落嘛吼。啊，伊讲每次船上升的时候，因为有一寡语境含迄个啥，台语和中文的讲法无一定是相像，啊，只是有当阵啊，就是当然翻译的时阵，除了文字的精差以外，可能还要考虑到规个语境就对啊。所以伊即个描述，我毋是真我都理解安尼，因为伊讲可能迄个时阵，我袂记得这是啥物几个时阵，等于是按归人坐船去日本，然后到伊讲一离开，按归人到归人寺，可能算讲较近海，因可能较点前。一个离开归人寺了后，往日本的方向就开始起大影啊，起大影就会起落，所以即摆来讲，一点仔就无形象的形象痕迹。迹象无一粒，无要停歇的影子，便啊船上浮哦，雅信就感觉片刻的平安，但是船一个降落，伊就感觉船敢若强要沉落海底，伊的心就对咧沉落去，伊也一直跪伫咧眠床边祈祷上帝会当互伊平安到日本。雄忽然间想起阿母。林别，迄个林别就是因伫码头遐嘛，因阿母一直讲，安怎，你有听到无啊？那，你有听到无？一直咧讲，一句咧甲反复就对啦。啊，所以即个除了当然丁宁是反复嘛，吼啊，临别就是迄个瞬间嘛，要消时还是三时的迄个瞬间。啊，当然中文是讲临别，因为我就讲迄个你会使讲伊的中文敢若伫即搭遮足有路的，啊，台语的有路伫遮无一定有呈现，因为每一个语言伊迄个重点或者是迄个要义点无一定共款的，所以临别赠言决别词。离别词，所以离别当然嘛是一种讲法嘛。啊，照字读临别演讲，因迄个一字，我就讲，我嘛是正是学台语文了，才直觉就讲，苏当时伫咧学日语外语的时阵，真正拢一字去读。啊，一字去学，我感觉即种学习法，敢若当然苏当时可能有伊迄个用途路用，抑毋过到我开始正式学台语文的时阵，才发觉着讲，恐惊一字无适合，就讲应该是爱用一个词，甚至一句去学。就讲，可能伊即摆讲临别，临别，你一字去对着外国人来讲啦。伊去查临，
林合出音去查变，伊敢有都理解甲斗起来是啥物意思？好，伊去找到林别即个词的时阵，伊敢有都去理解讲啊林别即个词要安怎用？啊，当然迄是牵扯着讲到底是字典、词典，还是或者啥应用典吼？啊，所以张良教授伊有收一个林别即个词，伊讲。当然就讲嘛，直接读是文白音嘛，文音嘛，放空主白嘛。但是每一字汉字拢会使读到台语音嘛，只是读到台语音的时阵，咱纯粹的台语人敢听有啊，敢听有。所以临别，伊讲你要离开的时，对无？临别啊，啊，所以迄个临，那认真要讲，迄个临是啥物意思？离开哦，还是接近？要离别的时阵，对无？接近离别的时，所以讲你要离开的时阵，然后做离别的纪念，对无？临盆咱就中文嘛有一个临盆嘛，迄个盆就是要生，应该是讲妇人人要生的时阵爱一桶清气的烧水，通好主要是消毒吧，应该是消毒吧。啊，所以就甲迄个临盆延伸做。要生囡仔嘛，接近的时阵嘛，所以迄个临应该是属于接近嘛，对无？临门还是临条哟，还是临头？大河临条哟，临头，有当迄个音，会啥？三袂准，吼，大河临条哟，还是卖回条迄个条，所以，搁一个具体的词是啥？临壳骨正。就讲你咧喙焦，你已经喙焦，你才咧骨正，你要太负气，所以是接近的意思嘛。所以临别的临应该是要挖，所以因阿母啊，伊就想起因阿母啊，迄个离别的时阵咧加欢呼的话啦，伊就紧甲行李箱啊拍开，圣经甲敲出来，拍开诗篇第23篇，集中精神开始念吼。聚精会神，所以当然，我就讲有一个，怎么讲？悲哀的代志就是，明明是台湾人的故事，煞着爱用中文来写，啊，真为着要读，搁甲读到台文安尼，啊，当然这是一种练习啦。啊，伊当然尤其我所知3-5年嘛吼，我正常台语文可能5-6年安尼，就讲真正有哪来哪侪台文的作品啊。啊，毋过含中文作品比起来，真正嘛是沙巴啦。因为近2年啊，郑顺聪伊有去就伊所在上伊理解去找的时阵，就讲。2024年啊，才100通本尔。2025年，敢若是伊看到136本吧。啊，2023年佫较少啊。所以2026年伊就无去统计啊。上面可能感觉有啦，台文册的起草有哪来哪好啊啦。啊，即个部分，当然可能原来嘛有人去做即个资料收集，还是安怎吧。总是我就讲。有一寡字词，一寡出版品是，当咱开始有通选择的时阵，你就开始去安怎讲，针对你有兴趣的部分切入去安尼啦。所以聚精会神吼，助行还是助心嘛呢？大家朋友罔听啦吼。伊我就讲哪听，我咧读即个东方白先生的作品，然后一寡。我听老人讲，助心助己啦。上尾一字是啥？助心助己啊。助心助己哦。所以嘛是用助心助己，安尼可能是用 ABAC 的故事法，后边迄个可能就是有一个是要安怎讲？什么废气废达即种的，啊，就废气啦。好啊，伊就甲废定他嘛，就废气废安怎？啊，就是用一个达来斗啊，其实无
废气废达甲完全无关系啦，就是敢若废气尔尔。啊，自心自气可能嘛是类似，就是自心的意思尔尔。啊，后壁迄只是扣来要斗字的啦，扣来要斗字的。好，感谢阿丹甲咱分享即个自心自气。啉吼，咱有影讲，毋通行伤晏，啊，你毋通伤啉。伤啉，即个啉字对，即个啉字我嘛感觉甲即个啉是意思共款啊共款，也毋过目前。临别，亲要离开，对，亲要离开临别，吼，亲要离开嘛，嘿，啊，所以目前就是来临的临，伊算第5条，啊，较啉100，迄个啉字伊是算第2条，所以目前伫写的啊，大部分会甲伊当做2字来处理，虽然讲咱伫一寡。不管是咧讲还是咧写的时阵，意思应该共款啊共款。共款啊，常常讲啊。嘿。啊，你讲偌济？较啉2000。对，就是嘿，较啉2000就是无到2000，要毋过要活，有可能。有可能1900，啊，有可能1890，或者是。但是即卖人可能较袂晓讲即种。无遐，因为这种算足有的物件啊，就讲甚至。即摆咱若侪人迄个态度就是，啊，若有差无偌济啊，变遮要伊啦，迄是伊。对，讲100外100桶150外150外，对啊，所以这变成讲，阮过去前一阵嘛读一本小说，就做1984嘛，吼，啊，就拢在迄种无。至少以我的角度，以咱的角度来讲，无遐尼正常的国家，因就咧控制人民的思想嘛，就互你结讲啊，顶讲，啊，无要紧啊，无差济，变遮要伊啦，反正听就好啊。迄有当中啊，舞就到地，变成讲你要讲较足油的物件，煞讲袂出来。明明咱的台语会使讲啊遮尔油，啊，煞因为安怎讲，要伊的人无遐济，或者是。想要听现的人，一直叫人泼冷水，一直叫泼冷水，所以这个会有一寡安怎讲，无讲介舒适、介好势的状况就对了。好，伊若母甲交代讲，你若拄到啥物状况吼，圣经就要摕出来念嘛。因创是告诉苦阿信因老爸、因生爸第一身得的时阵嘛，算是有对马街牧师信教啊，去到新竹啊，然后雅信因老爸是三兄弟的小弟啊，然后按新竹来到艋舺发展啊，当然在迄个时代就是台湾人的平均岁数1895年左右啊，敢若是。较无30岁，平均岁数，因为迄个时阵环境也无讲介好，医疗也无遐发达，啊，甚至不哩侪人是生食都无够，要通好拍肝，你若一个身躯病痛，可能拢是就是等死啊啦，无第二个所在，因为台湾是因为即过去几十年、20-30年、30年有健保了，才互大家看病加足方便的，要毋过在过去是无即个代志啊，所以变成讲。故事的雅信因老爸是，敢若伊毋知偌大汉就无命去啊！啊，尾啊，佫有一个后症嘛，敢若真紧就死去啊！啊，所以因敢若因老爸就是信教基督教，中国教会嘛吼，啊，所以尾啊，就是等于是因互做啥？基督教的家庭，基督教家庭就对啊！啊，当然有当阵啊，教现主持即种信用嘛是嘛，大部分的人拢嘛是野样对白较济嘛，拄着问题、拄着状况才。金要来迄种诶，所以雅信伫咧船顶，感觉着船甲咁样沉落去安尼，哦，真正有够惨诶，紧摕来祈祷，伊就甲诗篇23首摕出来念嘛呢，吼，反正我毋是教导啦，所以读出来字音嘛有怪怪吼，若种有教导听着遮，请你量情啦吼。伊讲上帝是我诶牧者，我无所亏欠，伊互我歇伫青绿诶草地，伊引带我到幽静诶溪边。伊互我诶灵魂清醒，伊引带我走向正义诶路。
我是读伊的迄个汉字，不过伊汉字伊敢若毋是用台文写，应该是用中文的，因为我所知是圣经敢若嘛有台文版的，尤其迄个叫做啥长老教会上尾一个向没收迄个版本是1970年红皮圣经嘛，所以迄个红皮圣经就是听讲网络顶悬有人咧找，讲敢是有迄本通好买，因为1970年还是1969年国民党甲长老教会送去到香港印的红皮圣经，伫遐就共没收啊，爱是针对即种做教会的组织的圣经甲没收。毋过在迄个时阵，应该是毋知几本已经互信徒信众摕转去处理、你使用啊。所以一直到当凡世有个人处理，有即本1970年或者是1969年，长老教会向没收的迄个版本的进前的版本，就是讲，可比讲，1969年迄个版本啊，算讲是第2刷，我毋知第几刷，我毋知影，因为听起来看起来，因敢若差不多大约啦，20年就会做一个算啥更新后，或者是改版，因会去甲迄个字改做苏东时较有咧用的吼，还是口语上较有咧讲的，所以听起来看起来，基督教按1860年开始吧，北部是马偕牧师嘛。南部敢若是北角里牧师因的款吧，中部可能有南大美牧师因，还是医生因吧，反正就是北中南其实拢有遮个，或者基督教的系统，还是天主教的系统，因带圣经来的时阵，当然苏东时是用厦门话去做基础翻译的。1860年开始，可能听起来看起来，目前看到的资料是差不多20-30年就会说改一说听讲，前几年啊，敢有一个，毋是第5届、第几届的改版就对了。前几年迄个版本敢若是用青皮的款，我毋知影敢若进前有听到人咧讲啊呢。所以我咧读念即个圣经真歹势啦，我是看伊的文字，就我所理解迄个台语文来读念啦吼。准讲我行过死亡幽谷阴暗死荫的幽谷，我也袂阁惊吓。因为你和我同在，你的汤和你的肝，互我安宁。这个应该肝啦，伊讲迄个全脏，应该全脏的脏嘛，搁一个迄个肝，我无确定伊即个肝是竹竿的竿还是钓竿的竿，我毋知，真歹势。你为我设的一道青草，伫咧我的敌人的面头前，你为我的头毛抹油。我的喉啊，因为你就填满，终结我的一生，你的恩典和慈爱会伴我，伴随着我，会一直伴我吧？可能是安尼。我会永远住伫上帝的殿宇当中，永世无穷。最后4字我是甲伊放空主备啦。永世无穷，对吧？永世无穷啊！我读念啥哩？念咧，若是若淡淡啊，渐渐甲惊吓和不安袂记。搁过一暝，当第3天拍舞，当第3天天拍舞仔光的时阵，怀抱着一阵上花的希望和乐痛，你袂晓乐痛啊？兴奋，安怎讲？兴，因为伊伫家人的时阵，就知影讲大概爱差不多3暝3日才会到日本啊。头前2天真正好食凄惨啊！你迄阵啊咧，迄个摇咧，我毋知各位朋友捌坐过，迄有可能迄个啥，伫海上起落环势会使到10公尺，就讲遐呢。拄着大影的时阵，起哩，船啊咧天顶飞咧，随个砰摔落来，迄可能关键差咧10公尺嘛，毋是无可能啊。因为我是也毋捌去坐过即种路途远的较大只啊，可比讲伫咧马祖遐
因为真是有迄个贵人使去马祖的，使去马祖伊敢若有分，不啥，我袂记迄个名，反正是有分马祖迄边有停靠2个点啦，贵人才1个点嘛，吼，可讲 A、B、C， 贵人才 A 驶出去的时阵，可讲即抓是 A、B、C， 然后转来 A， 后一段就 A、C、B 转来 A 安尼，伊就是用即种方式伫咧驶就对啊，伊敢若是前一暝9点10点上船出发，第二天差不多5、6点仔的时阵，就到马祖迄边，佫还有10点钟就去另外一个所在，然后就转来。安尼一抓，所以一工甲一抓，一工甲一个班次尔，就是讲暗时啊9点10点就开转去，开过去，开转来，到第二天迄个嘛几点？若拄着风台，海涌伤大时，歹势，就无法度开啊。所以贵人到马祖，台湾去马祖除了坐飞机是上方便、上紧以外，坐船是固定拢会开，要毋过拄着风台就无法度。即摆敢若是坐咧大只船呢？在迄当时，可能嘛是算固定船班吧，就是爱坐3暝3日，所以到第3天，天拍乌光吼，黎明嘛，天要光的时阵，兴奋这个词，当然，照迄个语境来讲，伊将来毋捌行骹到，听起来看起来，若是嘛是一个兴读册的人嘛，要去一个异乡读册。所以这条代志应该是互伊真欢喜才对。这个欢喜甲兴奋，佫毋是一模一样，痛还是兴？当然读兴奋，这是照字放空主白嘛，热狂还是活跳？欢喜当然 OK 吼，种欢喜，种希望和欢喜。佫也因为风景也较渐渐缓和，伊也着甲现存的痛苦和沉船的迄种惊吓完全放袂记啦。海风元号自贵人出发，经过3暝3日，才拄伫日本的文殊港靠岸。大部分的船客就落船离开，敢若剩1/3的船客，佫要继续坐去到苦马，因为迄是新雨嘛，所以就讲对即种外来语，我嘛一直查无章讲，到底要掠倒一个，拢甲读起个汉字的台语音，还是人因迄所在称呼因迄个地号名的音，这是我目前也查无一个主心定的所在啦，对吧？当然，读做中叫做神户啦，要毋过人日本人，至少我所知，因日本的在地人，迄2字是读做苦马啦，所以要读做新户还是苦马，这我了无主心定。因为船要伫咧文殊，伊迄是一个文殊港是，我会记敢是咧九州遐，九州的算西北边遐吼，因为文殊港等于是会使去韩国迄方面，文殊港嘛是迄个啥，遐有一个什么春芳楼吼，出芳的芳嘛吼，迄个时阵敢若是李鸿章要去遐讲代志，当然迄个时阵清帝国是去互拍甲青山落片嘛，讲袂赢，反正先拍输嘛，佫也讲无较迄种的嘛吼，然后尾啊，甲台湾挂互日本的时阵，是伫咧台湾的外海的船顶签约的。李鸿章伊佫毋敢家己来佫派后生来，台湾的岛主就毋敢上陆安尼，所以嘛真正是真惨啊你。感谢乃子甲咱讲，啥？靠，动音第一个字安尼咩？下载变靠背啊，因为靠哦，靠啊，靠呀的靠，所以靠背哦，靠背吼。所以讲真正每一个语言迄个啥，词啊是啥，是无啥相款的啊。
因为船要伫咧文山港社会搁天涂炭，有半工的停泊时间。出个船客也着落船，到文殊的市街踅咧，或者是伫咧海边的公园休困。区仔信和江东兰也对其他的船客落船，因为外地青疏，语言也搁无熟悉，行伤远会惊毋知路去，就拢毋敢去过仔路游历。游历当然是，若是讲我是直接讲，毋敢去踅啦。啊，当然路踅是无目的，无目的伫咧行嘛。啊，毋过迄个啥，因为伊讲有半工的时间，伊船爱有一寡补给啥伊讲的嘛，爱甲船顶的火下落来。啊，迄个时阵，迄是算火船嘛，对无？就是烧土炭的嘛。啊，至于讲伊即只船是3000吨的，所以迄土炭哪会用偌济？啊，都爱补嘛。因为3暝3工3暝应该毋爱遐偌济炭去啊，所以空间佫利用出来。当然以后主要是要去甲库卖遐尔，袂讲介远，毋过嘛是爱有土炭嘛，所以就是爱补遮物件。毋过雅信伊就讲，随便讲伊，即个时阵应该是1918年左右啊吧，因为雅信是1899年出世，然后伊读完即个高等女学校，差不多可能17岁、17、18岁嘛，啊，所以伫学校学的日语，找台语无法度找哦，即两个顾游去，无法找。我记就是毋敢上街路去佚佗，只好伫咧海边公园行咧，才行咧遐坐咧，一个人家己一个看海，或者是看对方的下观来发落时间，打发时间哦，摸月亮，游历行游，安尼是对只迄个二书店的源头无去。啊，迄个啥，找台语因是目前找台语即个网站是台语了因咧换的，啊，因敢若是前一阵仔旧年的款吧，因就甲张良即本中台字词典拢总甲伊拍字电子化，进前是，或者是即两工仔咧查的时阵，伊就是甲你讲你要查即个字词。伫即个中台字词典的第几页，啊，你若想要知影内容，麻烦你家己买。啊，因敢若是旧年的款，还是准年年底开始找真侪人甲即本字词典的字拢甲伊电子化，拢拍做字就对啊。啊，拍做字因后壁要做迄个啥，资讯工程的事工要甲伊上网就对，因为目前找台语内底啊。敢若有12本的字词典吧，对吧 ？Marino， 或者是台华线顶字词典，即就是讲，你去查游历，爱就甲你讲游历的台语会使安怎读念，或者是伊对照去英语的时阵是啥物系，啊，若准讲有日语的，可要讲若是台语大词典，还是甘字典遐日本时代所留落来，或者是甚至清帝国嘛，因为甘字典敢是清帝国时代嘛。所以就甲你甲遐字词拢找出来，啊，即两工仔点去中台字词典的时阵，有当初会出现过，因为我咧想可能因当咧转换的款吧，就是要甲即本字词典的内容拢上网，互咱要学台语的人，无一定讲爱去买着即本不哩大本的字词典，才有通知内容安尼啦，这嘛算讲是个啥？造福。学台语的人安尼，啊，所以各位朋友若手头会得过，啊，可能会使小可寄付一下安尼，迄个当然目前5A B 因咧看即个找台语即个网站，目前是有专门因的发起基金会有甲伊赞助，啊，高雄地区嘛有一个做打到台语文促进协会伫咧算啥长期赞助安尼，啊，总是遮个。就是也是需要侪人诶，不管是时间还是金钱的赞助啦，应该是安尼。所以伊就去要去看讲，迄到底是安怎呢？大概一个人去，文殊讲伊大遐，我会叫
敢若嘛当时去2018啊19，我袂记得，嘛去遐，伊伫海边啊嘛，所以嘛算淡薄仔印象啊。我是穿交灰色的空乌边的大道衫和百紧裙，因为迄个大道衫是伊一个迄个字就是禁止的禁，啊边仔一个衫字嘛，反正一种衫就对啊。伊讲迄个衫若吊伫壁里，或者是即马有一寡所在，伊有迄个衫的啥，就讲有人可能寄付出来是啥，就摕出来，就讲迄个一个形，可比讲倒手手腕甲胸坎遐，迄个位置，也是讲因为迄领衫的关系，迄个形看起来就敢若水符号的号啦，啊，所以算讲迄就是属于算啥，正做台湾一个较传统的衫吧。即摆可能还咧看到有人穿起来，穿咧路里咧行的啦，吼，不管，伊就穿即束衫，然后胸坎有绑一支黄金的土的柄针，即个看就是知影台湾来的少女，当然是穿台中中学的学生制服。伊个学生制服是两排的东柳啊，讲咩对襟同裤，应该是一个，我毋知迄边要安怎讲，对襟同裤的学生制服，有淡薄仔装骹开，一个看也知影是台湾来的青年。因两个人伫咧船顶就已经有小长头啊，煞因为生分毋敢讲话。现主是两个人也拢伫即个文殊的海边公园散步，虽讲有几摆啊小长头，煞也敢若面对面小微微啊笑一下，表示讲是共船的人，却也毋敢讲到半句话。一直到上船的时间要挖，依然是各自心事，各人行各人的路。来雨内海，袂输那一口比，这个毋使讲比啊，因为比是敢若共看较无吧，因为咱台语当然迄个湖，台语的湖敢若毋是真正的湖，讲啥？家己蹦起湖，无一口湖啊，就是一个名尔。所以台语较有诶，我所知就是啥物比船是狗嘛，啊，所以湖即个词偏湖这是偏湖关湖，火湖、走工湖、咸水湖、湖边。Merino 是有一只用湖，啊，毋过江湖，伊真是要讲迄个，要读内湖内海，还是大湖内海，唔知歹势。啊那张宏教授的即个，所以可能是伊是该册做无共的体部的款，我咧有当阵找有当阵找无，有当阵有材料册，有当阵无材料通找安尼。张宏教授即个湖敢拢是敢若地号名较侪的，湖边，看下湖边有啥物？因为台语敢若袂讲湖即个，也是我读较少，所以较无去注意到，会去用到湖即个词。湖，湖，湖边潭，台语讲潭边嘛。可能学做蚵吧，先像南方蚵迄个蚵啊。毋过伫蚵是敢若有徛水边的意思，讲蚵底嘛，对无？蚵底的蚵嘛是南方蚵共一个音共一个字嘛。毋过若蚵的时阵，是毋是敢若是属于讲以南方蚵甲蚵底即个地号名，甲迄个所在地形来看，就是敢若水边甲岸边迄个界址的所在。毋过若准讲是一口边，还是一口湖的即个
即个或者啥水体，吼，咱台语安怎讲，就是潭嘛。可要讲花莲的七星潭，不过七星潭毋是潭啊，七星潭是太平洋啊。所以呢，对台语来讲，就是敢若即种具体的称呼、具体的名和实体啊，有当算讲方便，或者是一个圆箍啊，还是讲会使箍围内的一个安怎讲？水体嘛。要毋过实际上，花莲七星潭是咧讲，因为原底大迄是，可能什么鲤鱼潭啊，什么潭嘛，对。花莲有一个鲤鱼潭嘛，就是真正是，伊讲比是较细口，啊潭可能较大口，可讲头有一个龙潭嘛，迄口就足大口的嘛，吼。啊其他吼，讲加起像南潭遐，南潭水库嘛，吼。啊个丹头潭尾其实你看什么，日月潭嘛，啊个什么迄。所以当然就是，潭可能是较大一撮啦。啊，所以对咱台语来讲，当然，大海看茫茫，太平洋即种是徛咧岸边是看袂到对面的嘛，看袂到对岸的嘛，海洋即种的嘛。然后较缩小的时阵，还是家己上陆地的时阵，就是潭、比、湖嘛。啊，即是湖对咱来讲，对台语敢若较罕的会直接伫咧讲具体迄个水体嘛。因为目前听到看到遐个有湖的地号名，无一定是真正伫咧讲倒一个水体。我咧讲粪基湖，迄就是讲什物下早啊打迄种的时阵，安尼有水汽伫遐袂输呐，伫咧潭仔顶的水汽，所以了准个是一口湖一口比嘛，毋是啊。要口湖内湖啥遐拢，敢大部分拢，就我意思，我印象中敢若较无直接的具体水体，除了可要讲的所在，日月潭、鲤鱼潭，吼啊南潭，佫有啥物所在有潭？哦，苗栗是毋是西潭？啊，毋过迄个西潭敢真正是一个水体，我毋知影。所以，伊即马会雅是因来到日本遮，啊，因迄个内湖内海，我先安尼读吼，哪一个湖，遮风平浪静，因为海中的岛屿袂输那基盘顶的基子，一粒一粒，风景也诚水，去互日本列做国立海上的公园。按文殊港到神户的这一段路，是日本上美丽的航线，因此足足6-7点钟内底，所有的旅客拢毋捌无采到1分钟，大家拢坐伫咧船墘、船啊边啊，伊写船舷呐，啊船舷当然就是伫船顶的迄个挖迄个啥水的所在嘛，吼，欣赏两岸绝景、绝佳的风景，非常美丽的风景，大概就是安尼。啊，当然我讲照字读绝佳的风景，纯粹敢若听台语人敢听绝佳是啥物？所以我就讲，对我来讲，伫咧练习做台语的时阵，是尽量较会用口语的部分去讲。雅是和其他的旅客相款，我靠伫咧船墘，互柔和的清风靠来，迎着柔和的清风，这就是描述的时阵，每一个语言有迄个什么主动、被动，或者是角度无相嘛。伊中文是迎着柔和的清风，啊台语咧，台语可能我的语感就是讲，互风靠来嘛，还是互风吹来，是啥物货？这可能若要真正文字化的时阵，迄可能要搁慢慢去找迄个字，讲哦，到底安怎较会甲即个迎着柔和的清风较歪意啊，而且可能有用故事的主角去感受的，或者是用第三者来讲，风伫伊的身上啊，伫伊的面靠过来是安怎？哦，饱尝航程沿途的美景。我就讲，迄个
东方白先生书当时咧写的时阵吼，伊迄个一字一字一字，毋知经过偌济时间的苛刻还是啥，写甲足认真啊呢。毋过都是中文啦。沿路的美景，有一架伊下半身歪带伫咧船期，伊才看到当然也伫咧无偌远的船期，离伊差不多几步远，伊发觉到伊咧甲注意，有当阵啊个。无意啊无意，甲眼光顺海鸟的方向看去到伊的面，看到伊了后，伊也发觉伊咧甲看，伊就对伊微微啊笑，迄拢是伊淡仔移来移去，所以若敢若用听可能来像甲像咧主动安尼吼。伊就对伊微微啊笑，当然对雅信微微啊笑啦吼。雅信也真有礼貌，甲伊点头笑倒转去，不知不觉当然就向伊闪几步，用台湾话。真歹势啊！歹势，开喙就甲问讲：你敢毋是台湾出来？雅信就真鄙视伫咧讲是，我也是按台湾出来，毋知你要去倒位吼？我要去东京女子医科大学读册，啊你咧？我要去新湖商科大学读册，你爱读商的哦？雅信有淡薄怀疑咧甲问：毋是，我本身是爱读文学，但是这是台湾总督府保送的。免阁考试，所以我才读商科。其实我本身无爱商科，我是真爱文学，我是真爱读文学，尤其是英国文学。当然讲煞了后，就大吐一口气，因就恬静啊。两个人拢去看海，看有一困了后，当然总算阁洗翻头过来对雅信讲：即只船只要停伫咧新湖，无要阁行。啊，你落船了后要安怎去东京？伫新湖，我有一个远亲即辈，即种远亲即辈对咱台语会安怎讲？当然，有一个讲法是啥物？一表3000里啊，我对就是牵亲万切嘛，牵亲万切就到底。只要讲会出关系，拢嘛是有关系啊！啊，像啊你，所以。远亲叔伯，远亲叔伯，对吧？米线亲，对啦，你讲，教字读，这个词，迄若纯粹台语人听我叫疏离。啊，毋过，若讲出来米线亲的时阵，差不多知捌淡薄仔台语的，或者是你一个听到，你差不多随知影嘛。就是毋是足亲的啦，啊，毋过硬要看是看得出来，看得到关系啦。啊，这个词就是，我嘛袂晓讲啊，就是袂晓用啊，啊，甚至他咧用的词，就是一个就无去啊。所以若准讲会使，应该是尽量甲捡倒转来嘛吼。所以可能会使你讲啦，因咧中文中语淡仔咧讲啥物一表3000里的时阵，对咱台语来讲，可能就是爱甲讲做米线亲啊。米线亲。当然，另外一个词啥物远亲不如近邻嘛，对吧？青分亲情，毋值你隔壁厝边啦，对，毋值你隔壁嘛。边仔毋才救会着，我哋就讲，伫咧口边我有一个米线亲啦，伊伫遐咧做海产的生意，伊会来接我。我想要伫伊遐先休一困一寡，了伊会替我想办法，看要安怎去东京。雅信是真有自信，安尼伫咧讲。我较简单，我一个落船目的地就够啊。当然安尼讲，雅信无回答，就家己去看海。当然也感觉无意，也洗头去看海。无偌久，食饭的钟仔响，啥？应该是讲，我无确定因船顶的声是啥。听伊讲，王金平因兜还未分家，所以食饭的时阵拢爱打扮吼，还是迄是打扮还是讲扮，我袂记，就是。有一个信号啦，
请起来看敢是摕一块棒，迄块棒是毋是可比讲1-2公分、2-3公分高，然后10公分到20公分宽，长可能20-30公分，啊，就反正就是负责通知人食饭的迄人，就是即个板摕咧，啊，摕一个可能茶啥物去讲就对啊。意思讲好食饭啊，好食饭啊，无淡仔用花的时阵，迄若大家族有可能即头甲迄头反射，莫讲100公尺，可能50公尺、80公尺，你根本画袂着啊。要毋过你若用即种器具工具讲落去、敲落去，迄声音通得到地。啊，搁若好食饭的时阵，大概嘛拢腹肚枵啊，反射有当时袂真袂走，是好通食袂啊，腹肚枵啊，对无？啊，所以迄个声甲敲落去了，可能就听着就知影嘛，就免搁淡仔咧搁爱搁想一步啊是安怎嘛？可能是安尼啊，所以即个物件应该是。有情啊，有灵啊，灵啊。我读1、2年，国校1、2年学校也无啥物情啊，迄拢嘛是爱学有地有情啊，亮亮亮安尼迄啊。迄就是敢若捌看过，就是伊举一个迄个类似，敢若有诶是啥物3公斤啊，迄个吧，就讲。啊有较大诶。嘿，大诶说啊，着爱着。摇铃啦。迄做摇铃嘛吼。摇铃。所以伊即摆遮是伊是写范铃响了，啊，所以迄个范铃有可能是即摆你讲诶，就是伊一个铃啊，啊，可能就是伊着去顺嘛，伊着摕咧手里嘛，啊，摕咧手里可能对船头行到船尾，嘿，着哪行哪摇安尼，央，对，啊，听着讲哦，这是食饭诶铃啊，你嘛有可能啊，吼，迄就是一个铃嘛，吼 ，OK 好，因着各自行去到床底餐厅食饭，伊着讲迄个便所嘛，敢若伫咧算，或者伊讲底舱啦，啊，伊船诶设计可能讲甲板迄个位置，有人讲叫做啥分面嘛。就是中文讲的笨蛋迄个笨嘛，吼，笨面啊，甲板，吼，啊，当然，迄个甲板下底可能第一站可能是旅客徛起，还是淡仔休困的所在嘛。然后搁下骹可能无一定2站、3站，甚至4站也无得确。啊，上下骹站有可能就是一寡器具、器械，甚至上后壁可能。上下站一般是轮机舱吼嘛，吼，对。一定上第一站迄个部分嘛，嘿啊，第一层吼，啊，所以就讲，伊啊各自走到舱底的餐厅，迄伊迄阵伊拄仔就讲嘛，便所嘛伫上后壁嘛，迄有当初就是要安怎讲，迄个时阵反射就是安怎讲，迄便所物件就直接变伫船外口啊，伊无可能，即摆可能拢袂啥呢啊，即摆可能爱甲捡起来，啊，在迄个时阵。这可能100几年前呢，19可能到1918左右啊，可能还袂到1920年，吼，就是我是10几岁，读完高等女学校了后，要去日本继续读医科大学嘛，所以迄个时间了，一般拢是差不多16、17、18岁啊嘛，啊，若17、18岁啊左右啊，就是1917左右啊，所以还袂到1920年，迄个时阵大概也无即种或者啥物环保啦是啥，因为海上也无几只船啊，所以只要迄大肥，除非因有捡起来做大肥啊，若无就嘛是直接落去嘛。啊，食的饭啊啥，可能反射，无爱食的物件，可能嘛直接拼落去嘛，无的确。啊，所以就是拢伫上下底安尼，吼。各自去到第一层的餐厅食饭，食煞了就各自转去到家己的床房休困，而且是伫咧甲板散步。一直等到船到新浦，随便讲也有搁长过几改面，煞也无搁继续讲甲一句话，吼，所以反正伊即个故事就安怎讲，豆去讲啦啊，因为我看后一站嘛算不离啊长，我看再读一次，时间敢若差不多咧，好啦，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。即个龙德山的第2部曲，德吼，德即种是叫做啥？青番的女字啊，吼，所以可能家使暂时先读到遮。感谢台顶的朋友听我咧直接读啦，感谢台下朋友啦吼，听我咧顶悬帮读帮朋友帮教。
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《龙刀山》第2部剧的第9章暂时先读到这，感谢收听，再会，拜拜。